我每次同浩熙嘅莊園開完會之後，都會同我女朋友講分手，因為我知道佢已經唔再明白我，佢唔知道我喺浩熙所經歷過嘅有幾多。佢問我食乜，我真係唔想答佢。食柯劇好啊，定去聯福樓打邊爐好啊？真係膚淺。究竟我仲可以繼續忍受我嘅伴侶講埋晒啲無聊嘢幾耐？浩熙就好似熊熊烈火，發放8度高溫。每一個莊園都有佢嘅特色，佢嘅故事。有時候我自己一個企喺蒙民偉廣場，我覺得我係孤獨嘅。我覺得呢個世界冇人明白我。直到我發現圓柱上面貼咗一張浩熙嘅 poster， 我望住橙紅色嘅 logo， 我好感動。原來文學院仲有一班咁熱心嘅人喺度做莊務。我忍住淚水，走咗去 OEM 上百半堂。我拎起個電話，上咗浩熙嘅 Facebook page 度，脆脆地咁 click 一個 like。或者個 professor 會問，點解我上堂要用電話？我唔知道。喺呢一刻，我覺得我要支持第2屆學生會文學院學生聯會幹事會候選內閣。浩熙 Glisten Inevitable。